中华大埔杂水门步行车路分化工程即马在做，官方是宣布讲，对10月份开始，会甲中山路以西步行车路遮个所在，要封起来，封3年遮久。民众认为3年实在是伤久啊。也人工部处是表示，主要是因为这工程需要下过国道1号和台铁的纵贯铁路有较好做，所以是建议民众提早规划行别条路。 管手伫河床伫学，伫大型钢条是放伫河道顶悬。彰化市大埔水沟步行道路的拓宽工程，就要进入到2区段。官府宣布，对10月开始，第一线中山路以西步行道路的路段会全线封起来，封3年4个月。因为步行道路是当地来往东西向较近的路，有人烦恼比交通黑暗期，但嘛有人讲西北条就好。习惯走这条路是绕捷径嘛，你如果要走其他的路的话，等于说你时间上会拉长。 你上班要提早，但是如果能够缩短的话，当然是最好的。封3年哦，应该不至于，不会吧？不会影响，因为工作不是在这边呢。他走边条路对啊。大埔集水沟较早拄着大雨，就较会淹出来，无法度只好封步行道路。中华县政府开34亿做拓宽工程，起点是台19线中水桥，往东去下过国道1号和台铁的纵贯铁路，一直到中兴路口为止，全长是4.5公里。完工了后，步行的南北边拢会拓宽做9公尺宽的双线道。工务处讲，因为工程牵涉铁路和高速公路，大部分干会当伫半暝做，时间有限，加上要兼顾安全，工期才会久遮长。 穿过台铁，因为台铁底下的过路箱很小，电车现在走，防护措施还有施工的时间都缩短了。公安局那边对整个交通维持审查很严格，替代路线都要先做好规划。 这个部分我们都同步在进行当中。官府强调讲，中山路以东的路段去年已经动工，按算在2026年的年底完工。这摆封路的西段，建议过路人伫封路的期间，会当对中山路经过中央绿桥、行轮美路，还是经过中水路，才会替代路线，闪过交通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